大家平安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爱，让我们再次相聚在一起，让我们可以同心来赞美你。主，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在敬拜时敞开我们刚强的心，有你的等待，时刻都能感恩他。主啊，感谢你。
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知道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远离试探，更多的活出你的样式，每一步有你的同在。孩子这样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